乡真够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台南市的经发局长陈凯玲，防检举涉嫌伫7个工业区的开发案当中，对外放风声，讲一寡对地标厂商不利的消息，翻头才爱对方提钱来处理。日检调发动搜索，检方认为伊罪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若台南地方法院今仔日半暝嘛已经裁定收押。台南市检察局长陈凯玲伫调查人员陪伴之下，无讲话离开台南市政府。伊涉嫌伫7个工业区开发案当中，散布对地标厂商不利的消息，爱对方提钱出来敲好。检察认为伊涉嫌贪污，大动作搜查伊的徛家、办公室等6个所在，各查扣电脑主机、文件30万现金等物。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经发局长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及财产来源不明罪，犯嫌重大，且有逃亡、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于12月22日凌晨，经当庭逮捕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台南地院日暗时开升压庭，陈凯玲承认收现金，也接受去酒店甲性招待，不过伊无承认接受建设公司提供买厝的钱。经过3点外钟的讯问，23透早，台南地院认为涉犯贪污罪嫌重大，而且有逃亡别情这理由，裁定羁押，而且禁止接近甲通信。另外，台南市府也伫个自公布小类个人书，陈凯玲确定离开市府团队。市长黄伟泰强调，市府会全力配合检调侦办，然后看下相关的行政责任，会追究到底。支持检调侦办，相信检调的司法机关侦办一定是勿往勿总，能够让这个司法得到伸张。我们会要求我们的团队的成员签署廉政公约，以及对于相关的重大的案件包括在台南市投资的案件，都会把这个申请的程序定期来公布。台南市府也强调，未来台南市民申请案件，比如投资、工商、建管这相关案件，会透明公开甲法制化，拢会从网络公开，互社会大众清楚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这几天寒流加上透早辐射冷却效应，天气拢真寒。气象局伫早起嘛有针对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其中伫云林以北、台南、加强区10个县市低温是伫6度左右。咱同齐来看分度。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的造桥，敢若3度9。受寒流加上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气象局继续发布低温特报，各地拢有出现10度以下低温的机会。日是北台湾高温嘛无到15度，中南部花莲台东的高温今仔日是16度至22度。若今仔日无啥水汽，拢是好天，卖当看到日头。有出日的时，就会感觉较温暖，也毋过早暗的温差有较大，到暗时温度就会下降。明仔载拜六后一礼拜天气拢和今仔日差不多，拢是大冷。若后礼拜寒流才会豆豆减弱，温度才会回升。也毋过水气嘛会到位，所以伫这方面北部、东半部后礼拜嘛可能会落雨。冷空气到位，武陵农场昨的低温是伫零下1度半、1度半，农场会出现冰晶。若夜水系统嘛出现冰条，一直到2月，咱拢会受寒流加上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所以拢会出现低温，尤其是苗栗以北，低温会伫6度左右。来到武陵农场的指定冰架区，芒仔架设的架啊，结完冰晶甲水条啊，看起来就像一张水晶做的芒仔，边啊还有喷水系统，因为低温凝结水条啊，看起来真梦幻。台中武陵农场日透早低温降到零下1.5度，特殊景致，和游客一直讲是真难得。上来的时候一定要多穿几件哦，因为真的很冷。但是真的很漂亮，而且你看我们后面的枫叶啊，就算没有追雪追到的话，也可以来参加这个独特的景观。
保利农场表示，不少民众除了来赏景，园区的腊梅甲梅花也渐渐大开，加上变形事物的展出感，成做热门的旅游热点。今年疫情渐渐解封，到11月旅游人次已经达到43万3千多人，比去年同期的39万5千多人增加约2成。园方表示，年底虽然大房率拢突破9成，也毋过加分，刷电到予游客人数出现减少的趋势。因为山上温度低，常常到达0度以下，反而对部分游客，尤其是中高年龄的银发族，会因此而打退堂鼓。22到25寒流过来报道，气象局表示，23暗到24啊，是这波寒流影响上明显的时阵。虽然是大冷，也毋过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北部东北部有7县市达到非常寒冷，其他地区早暗也较会出现10度以下低温。可以看到，台湾附近主要都是受到冷高压的影响，也因此呢，这个干冷的高压影响之下，天气形态都比较类似。那要特别留意早晚的气温会比较明显偏低。气象局提醒，苗栗以北甲宜兰地区有继续10度左右，还是6度以下气温。中南部爱加注意日暝的温差，民众爱加注意穿较少的。记者综合报道。过年要到啊，大家关心小三通过年前敢会通？行政院会伫昨昏是通过小三通的专案，敢若提供金门马祖当地民众，抑个有中国配偶，会当伫过年即卡刀1月初7到1月初6，透过小三通登去金门，也是马祖过年。因为有限定，所以并无开放台商用小三通的方式登来咱台湾。本专案的搭乘旅客以金马地区民众、中国籍配偶等为限。采专案申请方式，由地方政府负责造册控管。农历新年要到啊，行政决定小三通金马春节专案，金马民众甲陆配专案申请先行，不过并不开放台商中转回台。大陆呢，他们在这个所谓的疫情的这样的一个管控上面呢，各地方还是各自加码。纵使这个航点开了，那第一个量能够不够，第二个风险高不高，那这个都是航空公司他们呢也做了一些考量哦。那当然我们也有做过一些试探性的那个。柯泰山表示，中国疫情严重，小三通是准分，侪人毋是直接到机场，不应该互金马承担疫情风险。中央评估疫苗量能了后，决定无开放中转，各医师建议恢复入境采验措施。疫情指挥中心回应，目前无需要。从机场进来的，那有我们固定的航点飞回来的，那回来的人数我想并不是这么多了，并没有这个需要特别启动这个所谓的特殊的这个检疫的这个措施。春节期间，两华往来航点航班无够，互票价起价，不少想要回来过年的台商是花价不少。第一阶段只有是针对于金马乡亲的民众，许多台商他们是必须要透过大三通才能回到台湾，不止舟车劳顿所花费的费用也是非常庞大的。真正的这个理想跟我们的理想是不太一样的啦，他不会为大陆150万的台胞来着想嘛，非常期望很久，希望小三通可以开。结果是只开很小的一部分人。金马春节交通专案实施期间为明年1月初7到1月初6。总统府表示，后续会看疫情发展甲整体情势来评估，慢慢恢复小三通，望透过这一版专案，作为疫情了后两华人民之间健康有序交流的起点。记者综合报道。无完全开放，上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即马疫情更严重，而且咱台湾即马嘛出现民众小人去买普拿疼，那邮局嘛发现讲，即礼拜寄去中国的包裹拢有变质，而且佫风声讲有一寡民众除了会寄普拿疼，嘛会寄清冠1号，家己开钱去中医遐买清冠1号寄去中国。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咱政府会先用可靠的方式，呼吁民众爱有准则。毋过，若是佫无改善，伤过hạn，嘛无排除暂时要启用徛名制，限制民众买药的数量。阿未封箱的包裹全国普拿疼，民众讲这要寄予人伫中国的家人备用。寄那个药品到大陆，因为有亲戚在那边，怕确诊了以后买不到药。高雄邮局表示，今年11月寄去中国的包裹数目增加，不过这礼拜确实有不少民众寄物品去中国。最近收到的寄去中国的包裹，也陆续发现有清冠1号、维他命加普拿疼等品项。中国大陆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我们感觉是
一点点的增加，寄往大陆的包裹有一点点的增加。中医诊所也发现，民众家己买清冠1号的比例增加几啊倍。国境边境都有开放了，那有很多民众要出国旅游，或是有一些国外有一些亲朋好友，那他们就会询问说有关清冠1号的购买的方法了。咱国民众出现抢买药物寄去中国，中央流行药剂指挥中心表示，第一阶段买这药物以柔性贩毒方式限制买的数量，若不改善无排毒用生命剂管制。如果实在是非常严重的话，那再进一步是不是考虑用实名制的方式，用暂时性的实名制，来做这个相关的管制。欧美想讲，日本、韩国也有抢药条，不过若台湾抢买药物的状况那严重，就会启动管制措施。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和咱卫福部长施水源，最近两个人是因为 BNT 预防下的代志咧未拄好，两个人是一句来一句去。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代替施水源回信咧，伊嘛讲施水源批评郭台铭，讲郭台铭那亲像是 BNT 的推销员，这款讲法无介好。也若 BNT 的代理商上海学生医药嘛已经对外宣布讲，未来咱台湾的合约嘛会当换做 BNT 新配方的预防车。也毋过，咱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国内新配方的预防车也阁有，所以暂时未去买 BNT。鸿海集团创办人最近因为 BNT 出世代药要采购案讲上政府，那 BNT 大中华代理商合成医药赶紧发声明表示，未来合约会当换做出世代疫苗。商业上面的策略的话，本来就是会很多转折的，这不是像说国家政策要转弯就比较困难一点。那这个生意人他做这样的转变，这个是会非常有弹性的。我们现在目前量是充足的哈，所以。目前的话，应该暂时是还不会了。指挥中心强调，暂时未买 BNT 出世代疫苗，基础制做 BNT 的族群，若要男的做莫德纳等出世代疫苗，敢是安全。专家表示副作用差不多，也建议会当加买就加买。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建议多买啊。新冠疫苗的现在有2种次世代疫苗，它的效果跟副作用也差不多，好，所以大概。2个疫苗的效果相当的话，我们就不会说一定非要哪一种疫苗一定要进来台湾不可。也毋过，施水源顶伫讲郭台铭像 BNT 销售员和贵动力伫 FP 批评牵手失落，即马连行政院长苏贞昌拢出面回信咧。卫福部薛部长不能把这个跟推销员一起讲，虽然他不是那个意思，但容易被人家连在一起，怪不得郭董事长就跳起来了。所以这样不好，我们应该觉得这个政务官这样子的讲法，我特别要表示道歉。BNT 出世代疫苗争议，毋但经费问题，也牵涉2024总统大选话题继续摊烧。记者综合报道。在含乡亲，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初审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恢复民众会当检举人行道乌白停车。另外，无驾照、无让过路人超过100车这些，拢会提悬罚金。若超速超过40公里，就算是严重的超速。若是完成3套上级，明年中会实施。来关心自由时报，中研院经济研究所伫昨昏有向下修正今年咱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修到2.94%，若明年是2.41%，这拢是国内上届保守的预测。中研院对明年的通货膨胀率嘛有较悲观，按说明年物价会继续起，通货膨胀率嘛超过2%。来关心中国时报。旧历过年咧要到位啊！若即马2还有肉继续拢要得起，业者就表示，咱台湾目前特日2个需求也欠200万粒至300万粒，可能要等到明年4月份也是5月份，天气变较温暖，才有法度改善。所以2要较俗，上2后摆恐惊已经买无啊！来关心咱台湾的边境解除封锁，国内疫情渐渐稳定，观光产业即马是开始要拼生理、拼观光，所以拄到欠人的问题，嘛互观光科系的学生即马是变甲真抢市，有业者就已经开出聘同行加5%至12%的薪水要抢人才，就亲像帮务员即马1个月薪水有37000块。好看阁好食菜，准备好就要出菜咯。洪体委甲蔡笔记
今年分别代表台湾甲高产台参加2022国际技能竞赛项目，其中蔡碧佳各提餐饮服务金牌，这成绩会为因创造就业优势。现在甚至更进一步，跟很多知名的国际企业，有为他们量身定做，来培育我们的学生，为他们所用。用精湛的英文办理一大手续，刘文君伫这一摆竞赛陆干这大项目中摕优胜。明年伊就要毕业进入陆干业，伫学校就伫真一间饭店实习。希望能够以饭店业为主，然后以长期的发展。现在就持续有在饭店的柜台打工，就累积经验。观光产业业近3年因为疫情人力流失，即马台湾慢慢解封，也欠人，有业者开出比工业悬5到12%薪水抢人，房务员1个月薪水3万7，互产业专业学生唔免烦恼毕业就失业。疫情后国门开放之后，对于我们餐饮业会有很好的表现。疫情的期间哈，我们的住房率荡到谷底，可是，在疫情之后的话哈，它反弹的非常迅速。好，那也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哈，就好像是凸显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产业缺工的状况。让因应气候环境变迁，也互环保、环卫等工作机会增加。根据人力银行观察，今年全球领领工作机会平均每个月有3605个，比2年前成长1倍。有53.1%的工作无限年资，而且近2年薪水4万块，也互绿色新贵变甲正抢市。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结束伫美国的访问行程了后，即马伊已经登去到乌克兰。伊伫登去到乌克兰进前，嘛暂时去到波兰，和波兰的总统会谈要2点钟。了后有透过影片感谢波兰的支持。那俄罗斯的总统普廷拜四时搁一摆对外强调，因的目标是要结束这场战争、这场冲突。嘛，称美国的爱国者飞弹是真旧的系统，甲俄罗斯的飞弹袂比值。结束历史性访美行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登去乌克兰进前，伫波兰小可停留。波兰总统到达日前欢迎，2人了后进行2点钟的会谈。泽伦斯基伫登去乌克兰了后，透过视讯影片感谢波兰。Дорогою додому зустрівся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Польщі Анджеєм Дудою, подякував йому, усім полякам, місту, нашому рятівнику Жешову за все, що вони роблять для України і нашого суспільного захисту Європи. 这场访美行程是俄乌战争以来，泽伦斯基第一摆出国访问，得到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提供爱国者飞弹，强化乌克兰防空。G7 7大工业国组织也支持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Ein Herzstück unserer Hilfe zum Leben ist die Flugabwehr. Denn jede Rakete, die die Ukraine vom Himmel holt, bedeutet ein Stück weniger Leid für die Menschen in der Ukraine. Deswegen haben wir uns jetzt nochmal bei diesem G7-Schalte darauf verständigt, 俄罗斯总统普廷是批评这是无路用的代志，这拖延这场冲突。佮强调俄罗斯军方已经知如何对付爱国者飞弹。Ну, а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атриотов, э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старая система, и она не работает, так скажем, как наша. Наша-то цель не раскручивать этот маховик военн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а наоборот закончить эту войну. Мы к этому стремимся и будем стремиться. 普廷阁表示，俄罗斯希望结束这场冲突，无可避免牵涉外交解决的方案。不过，北京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回应，普廷完全无表现出愿意谈判的现象，反倒在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攻击。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镜头来美国，美国即马当地经过40年来上介强的北极寒流，若上寒的时阵，阁还未到位，也毋过已经甲亚旦节的运输交通拢忙甲乱糟糟。今仔日甲明仔载23、242天，已经有超过2700航班取消啊。上无阁有5个州已经实施紧急计划。美国总统拜登嘛向美国人讲，若是有想要转去团圆的，就要赶紧趁一马。
伫西向明尼苏达一条公路能见度正低，这场冬季风暴有机会为5大雨区带来暴雪天气，而且是大雪、强风甲真寒3种威胁，打乱耶诞假期交通计划。全美国真济重要交通中心拢因为极冻天气航班取消，比如丹佛国际机场，日下晡将近4点，气温5.5度，暗过不到1点钟，熊熊降到零下15度。The app never notified me, but the flight got canceled. So I sat in there an extra hour, and then security told me it got canceled. So when I came here, then my other flight from Frontier got canceled. Now I'm going to Newark because it's the only flights that I can get at the LaGuardia's book. 中西部地区、南达科他州、拉皮德市甲沃尔市100台车掉伫大雪当中。伫明尼波利斯甲圣保罗24点钟内，落雪超过20公分。纽约水牛城阵风时速超过105公里，气温零下6到12度，搁停电。目前苏州实施紧急计划，而且可能搁增加。暴风上强的时阵，还未到非总统拜登警告，这毋是大家细汉时阵的落雪天气。It's dangerous and threatening. Please take this storm extremely seriously. And I don't know whether your bosses will let you, but if you all have travel plans, leave now. Not a joke. 国家气象局表示，这气压系统向向变强，正做炸大气旋，按算会伫中西部甲东部内陆地区产生每点钟落1.3公分的雪，甲超过时速80公里的风速。各警告会予陆地甲航空交通变甲真危险，人伫这种天气之下，几分钟之内对冻伤。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所以检讨来中国伫被抓运动了后有放零防疫措施，而且已经放弃清零，所以疫情大爆发。即马世界卫生组织上界烦恼的是讲，中国降价太减，中国目前的病例数拢未准。WHO 伫逐礼拜记者会顶头嘛，拢是爱直头呼吁中国提供更较详细而且会当相信的疫情资料，而且嘛建议中国爱接受外国的预防车，提悬注射率。中国过去长时间的清零政策，伫民众发出不满的声音了后，小可放宽。但是外电报道指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专家认为讲，对无法接太检了后，确诊的数字就大大增加来看，毋那清零的政策效果使人怀疑，官方公布的疫情数字嘛无啥会当相信，互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疫情更较烦恼。In order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risk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WHO needs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severity, hospital admissions, and requirements for ICU support. 另外，伫疫苗部分，中国虽然有科兴等等有9种的国产疫苗，但是拢毋是针对上新的 Omicron 病毒株研发的。WHO 是呼吁北京当局除了接受德国等等外国支援的疫苗，嘛应该提升注射率，尤其是士大人的部分。The rates of vaccination in China, while on the face of it, are high.They still lag behind in terms of overall coverage, particularly when you look at people over 60, particularly when you look at full vaccination, which I think in the case of the available Chinese vaccines would likely be 3 doses of vaccine as a primary course, not 2 plus a booster. 除了疫情和疫苗相关的数字，引起关注的还有各种以监控疫情为理由产生的追踪工具，像加路的监视器、通讯监听，甚至是 QR code 的追踪，维权人士讲，拢有可能和政府摕来迫害人权。作为我们公民的权利之一，我们有一个隐私权，对吧？这是我们的权利之一。那就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隐私权呀？就没有这些权利了。所以他们可以任意采集你的个人信息。事实上，对全球疫情爆发的初期开始，调查疫情的追踪工具都防用做来监控意见无同的人。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足侪摆，无论是中国这种极权国家，还是以色列这种民主体制，对着以巴问题的时阵，拢同款歹解。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克罗埃西亚经过10冬的打拼，总算达成加入欧元的财政标准，所以明年1月7日开始会正式流通欧元，希望会当改善因国内的投资环境。加上因拄则摕到世界杯卡球比赛的第3名，这2项好代志对克罗埃西亚来讲，会当讲是双喜临门。球迷欢呼，全场是欢喜甲。克罗埃西亚全国登陆伫世足赛季军的欢乐中，明年1月也有好消息。Smatram da smo evo u 10. godini članstva namjerno, planirano i zasluženo došli u fazu da budemo jedina zemlja ikad koja će isti dan ući i u šengenski prostor i europodručje.
克罗埃西亚1991年自前南斯拉夫独立，2013年加入欧盟了后，严格管制汇率甲公共支出。今年7月达到欧盟进口，2023年元旦开始，今卖货币库纳将建立历史欧元正式流通。Tako da su u međuvremenu nabavljene sve potrebne novčanice i za predopskrbu i za opskrbu sljedeće godine, a pri kraju je i proizvodnja kovanica. Do ovog trenutka od ukupnih količina namijenjenih za ovu godinu koje iznose oko 600 milijuna komada. Pa ja mislim da, jer smo mi s eurima živjeli prije, mijenjali smo kune u eure i držali u bankama na eure. A kako smo se na sve naučili, tako ćemo se i na eure. 克罗埃西亚是巴尔干半岛旅游胜地，国家经济高度外扩，外国游客加入欧元区，有希望为观光业带来新的气象。那个月、顶个月也通过第一欧元预算案，预计明年导致欧元强势货币了后，会当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减缓疫情加俄乌战争所造成的经济伤害。公司新闻刘眼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印度的病例数减真济，印度即马已经解除强制挂喙暗的限制，不过中国即阵已经大爆发。印度的公共卫生专家建议印度的民众也是甲喙暗挂起来较妥当，而且嘛建议爱去注意放射的对家剂。印度的卫生部长嘛宣布，即马开始因会随机伫机场抽验国际旅客来了解入境的感染率。来关心发生社是报讲，北京的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有对外表示，北韩伫顶个月有卖火箭弹、飞弹，予俄罗斯的佣兵组织用伫拍乌克兰的战争，这已经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所以美国袂急点点会去制裁买武器的这个集团。来关心联合国的安理会日有通过决议，呼吁缅甸的军政府要随甲昂山素姬也个将总统文敏拢放出来，而且要求要停止一切形式的暴力，要尊重人权。这是安理会有史以来头摆针对局势不稳定的缅甸通过决议案。继续关心美国的参众两院进前有通过国防授权法，内底有讲要提供咱台湾5年美金100亿的军事援助。不过美国国会最近通过年度拨款的法案，内底宣布把这条钱编入去，颠倒是保留军事贷款这条。咱外交部是表示，会参美国的行政部门继续讨论，嘛会去落实国防授权法案内底的倡议。美国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参众两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授权台湾提供5年100亿美金无偿军援，甲每年上至10亿美金外国军事用途贷款，延款年限12年。不过，美国国会自3完成至023年度拨款法案，有保留军事贷款所拨达绝对大无偿军援。第一个，拜登政府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仍然坚若磐石。拜登政府在过去1年之内7度宣布对台军售，落实军售常态化。那军售的价值约总共有28亿6600万美元。外交部澄清，授权法甲拨款法的立法是伫无共款的委员会进行，会继续甲美国讨论如何落实国防授权法案的各项倡议。不过，美国媒体《防卫新闻》报道，形容代表台湾失败。佮讲就参议员葛瑞姆也反对提供无偿军援。We hope you buy the 787. 葛瑞姆4月访问台湾，白华社蔡总统买波音787。台湾作为代表处表明，台湾真需要这笔钱加强防卫。前国防部副部长林良斌分析，台海情势紧张不如以色列，美方提供军援有前后顺序。因为他没有太多钱，所以他们最多是给以色列嘛，然后再给其他的国家，再给这个约旦嘛。台湾呢？显然对美国来说，重要性还没有高过这2个国家。不是说美国故意杀我们，而是他自己内部有困难。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国防授权法案已经通过法院无偿军援所落空，显示这笔预算伫第1年度无资金到位。林良斌表示，美国即马拄到财政困难，就算只提供军事贷款，台湾也要争取。关键被机动性管小型的武器装备防卫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政治的消息来关心，国民党的劳动院长吴秋玲，顶个月9合1选举，伊有顺利连任。也毋过即马是互宜兰的检方指控讲，伊伫选举的期间有去办倒请人，而且有请家长会、联谊会成员，也有中小学的校长，而且食倒食煞了后，阁有送人每人一罐9啊8的红酒，有贿选的嫌疑。检方已经提起公诉，而且嘛提起当选无效的诉讼。也毋过吴秋玲是法院王，强调伊无贿选的意图。劳动院长吴秋玲离暗参加耶诞订车游行，祝福现场民众平安喜乐。也毋过过一天，宜兰地检署对伊提起公诉，指出吴秋玲伫3月底以1道4千5，请家长会长、联谊会成员、甲中小学校长毋拿拜票寻求支持，会后阁送红酒，涉犯选罢法。赠送与会成员校长每人1瓶价值约980元之群岛水果红酒。被告吴姓女子涉犯选罢法之投票行为罪，检察官于今日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并一并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吴秋玲方起诉了后，无出现执法声明，内容甲9月初伊方调查请回时讲法差不多。迄当时解释宴请是感谢家长会甲校长，也听出班班有领起定做法的建议。相信声明更加强调，与会者有人并不涉及劳动，在未来约定投票刑诉及怀疑。选举选个这样子，真的，我真的很无言呐。当初是说是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参会那感谢他们以外，也是听听看他们对于教育的一些的这个有什么建议。声明也指出，红酒是里长送的，转正与会者帮忙行销，并无贿选的意图行为，请司法予以公正公平的判决。另外，桃园地检署2日也针对6名当选人提当选无效之诉，包括1名区民代表、3名里长，拢4个人涉犯选罢法投票行贿罪嫌。另外，大园区甲龙潭区各有1名里长涉犯刑法妨害投票正确罪嫌。记者综合报道。那9合1的选举，民进党选输，即马民进党主席拍的换人，拍算要选民进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就特别点名讲论文用抄的，也有党内有乌金的背景，而且无听基层的声音，这拢是败选主要的原因，爱检讨。点名9合1大选大败原因，就是论文乌金甲无听基层声音。要参选民进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第一场政见会火力全开。论文抄袭的代志，民进党的党公职内底有乌金背景的事件，无够深入基层，无法度听到人民的声音。赖清德认为选举结果是民意对民进党警告执政者名意图不回，暗过就连台北市立委补选也有误导阴影。民进党台北市党部评委会中召集人赵燕讲后生赵介佑涉嫌诈欺未到被判刑，日伊发声明强调，家中常规黄成功无息。也和外界解释是要替绿营占乌风波来解套。赵姓前党员，他因为个人的案件，因为个人的行为，现在要向社会大众付出最完全的责任。我们已经依照我们的程序开除了他的党籍。那接下来的事情是他个人的问题了。现在就是民进党内部到底有没有这个黑金的问题？那么，如果赖清德都提出来的话，我觉得其他的民进党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去认真面对这样的问题？原本甲伫位何志伟共台行程却临时取消，被怀疑是因为赵介佑点名。不过规龙会见本来就是无公开的活动，经过讨论了后，感觉先取消是上好安排。由于部选队教委王宏伟指出，对选情信心乐观，不过也免看无吴怡龙。吴龙表示，回国后就一直投入社会工作，提升社会韧性，尊重对手的想法。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最近的寒流是一波接过一波。中山大学有大学寮的学生是对外反映讲，因的宿舍无烧水，洗身躯是洗甲冷机机，洗甲皮喘。学生嘛批评学校有钱去起大楼，却无法度去提供烧水。中山大学表示，前几日因的烧水无到39度，相关的人员阁无发现，即嘛已经有处罚。拍规烧水想要洗身躯，所发现水是冰的，袂堪要阿早的人只好硬洗，规身躯皮喘。问周边的同学才发现，毋是敢若一个人挡着，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宿舍，过6天拢无烧水通去洗。
水很冰嘛，然后就洗澡的时候，当下就只想说，就是赶快洗一洗，然后就赶快离开了。对，在寒流来的那几天就比较严重这样子。学生摕宿舍的烧水系统温度表来指控，18号这天有宿舍的烧水温度敢若29.4度，啊，佮有几个位嘛是伫个33度到38度左右。对此，中山大学回应，烧水的监控人员无随时来发现到烧水温度比39度较低，确实有疏忽，会处罚嘛赶紧来排除中时的改进。而天气寒嘛是卡中风真高发生的时期，高一日前就有一名70岁的妇女因为卡麻，啊，佮有骹手冰冷来看医生，诊断才发现是合作卡中风的急性卡的动脉血管塌掉的。我刚刚开始觉得冷冷的、灰灰的。后来才觉得有一点颜色了，会突然就是蛮冰冷的哦，就是还会疼痛，然后开始会变麻哦。其实这些症状当然如果只是单一，可能还不够明显呐。其实应该就是你当它都加重起来，而且是跟以前就是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有所警觉。医生讲，卡中风除了3高族群爱留意，伫个天气向变寒时嘛真够发生。平常1个月大约2到3例，但当着较寒的时阵，就可能变肥。提醒民众要注意脚的保暖，因为脚是人的第2个心脏。记者王刘婷、陈hen坤个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明年开始，环保署有规定讲，连锁超商和素食店爱用循环杯仔，有会当借循环杯仔这款服务。店头的循环杯仔数量嘛爱达到5%，若是无达到这个目标，而且佫无改善，大家会按逐日来罚。环保署即马冇办法认证，互符合指引的业者。用手机就会使借循环杯来使用。环保署推动循环杯制度，帮减少一次性饮料杯，也制定循环杯服务指引、规范卫生等等，以及办证认证和符合指引的业者。另外，为明年开始，连锁便利商店、素食店要有5%以上的门市提供循环杯服务。不过，环保署也坦白，目前民众使用意愿也无悬。我们今天开始踏出第一步以后，未来就可以看到它的成长。使用率的成长，所以一定要走出这一步。一袋一袋的循环杯伫咧机器内底洗好清气，民众使用循环杯服务，真要义的就是卫生问题。而且店头使用循环杯要放倒位、安怎运送，拢是问题。有超商代表讲，家己检查循环杯系统是开了1000多万。若是未来循环杯要推销到中小型业者，唔知因会使安怎负担。这样的一个历程超过1年。那另外就是，每次都超过了1000万人以上。环保署事实上也在研拟，怎么样能够辅助或者是补助这些不管是大型或者是中小型的企业。那么现在我们也在想说，如果有可能的时候，那么他们对于这个循环杯的清洗，是不是能够有一些的辅导或者是补助？另外，环保署表示，若有连锁便利商店、素食店无达到5%以上门市提供循环杯的目标，会逐工开罚。这企业一次性饮料杯的减用比率也要达到15%以上，无达成会限期改善，无改善也会处罚，一摆罚1200到6000。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根据台湾医学会调查，国校的学生囡仔平均4个内底就有1个体重伤过重，也是伤过大颗。啊，若大人是有一半体重伤重，也是伤大颗。咱国内嘛有要7成的民众认同讲大颗是慢性病，也毋过嘛有要5成的人无清楚讲到底安怎算大颗。大颗是万病之首。根据台湾医学会调查，国内要7成的民众同意大颗是慢性病，但是要5成的人拢唔知影大颗的定义。如果是 BMI 27以上，就是属于肥胖。你赶快把体重往下走的话，你可能未来不会有面对一些慢性病、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的问题。根据世界肥胖联盟预估，到2030年，全球都会有10亿个大颗症的患者，等于每5个查某、每7个查甫都有1个有大颗症。根据台湾医学会调查指出，个人伤过重和大颗的几率，以国小的学生来看，平均每4个都有1个有大颗的问题，大人甚至是有一半。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到18岁以上，甚至职场，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健康饮食哈，不是一昧的追求瘦哈，那健康饮食很重要。感觉用你的大腿去出力，然后屁股稍微夹一下，站起来的时候很好，
像大腿啊，然后肚子啊、胸前、后背这些肉多的地方，也表示是肌肉比较多的地方。那我们就是以这边地方做训练。无想要大考，除了食物件真关键，仲要建议各位配合每礼拜练筋肉含有氧的运动，唔但会当提升身体的代谢率，阁会当消肥肉。另外，民众嘛会当透过医疗的帮助，找出大考的原因，互家己更加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去日月潭，伫日月潭边仔嘅鱼池乡是传统嘅农村。最近这几冬有少年家回流，甲局长搬回去故乡。伫路边、伫市场拢有甲当作表演舞台，演戏互乡亲看，嘛伫庙埕表演。当地因为有戏剧有这少年家，增加活力，嘛有增加艺文的气氛。明仔暗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带乡亲咱来看戏剧安怎改变鱼池乡。已经进入第5年的戏池戏剧节，今年的主题是写神。来参加的剧团照这个概念展现创意，用当代剧场的形式呈现传统拜拜的方式，安定受到疫情影响的民众，把翠暗下底笑容搁吹回来。这场活动关键的人物是吴明如，伊是戏剧工作者，对故乡有真深的感情。我想要演一出戏，给阿公看，但是这个阿公其实嘛不只是我阿公。阁有讲，咱戏池在地所有的阿公阿嬷、乡亲识大，主要是想要让大家伫戏池这个所在，会当足简单的当看到剧场的演出。那我们现在要吊上去之前，我们要再把它还原一下，把那个棱线抓出来。活动内底除了戏剧的表演，也阁邀请二律杯反协作体、二律杯反协作体，伫咧大花灯的台灯，展示合作美的装置作品，呈现4颗里有山包围的戏池乡甲土地的关系。这概念是阮人吼，伫这个世界咧活动的时阵，其实阮摕足侪土地物件，所以这个作品是阮感觉若是使用一个较环保的材质去做一个作品，来讲阮人和土地的关系。真侪人去过日月潭，煞唔知影日月潭就伫咧戏池乡，所以团队还阁安排讲座、甲导览工作坊，希望民众会当真正加入这个所在，整合艺文形态来深化交流，嘛扩大艺术的影响力。阮住伫埔里，住伫戏池啊，是拄好伫迄当阵921是伫正阳的，遮的景色对阮来讲是足习惯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阮做的是艺术，阮唔是关伫剧场内底。3天的活动虽然无长。不过，甲剧场传统的故乡的信念，当伫咧豆豆啊生炭，嘛因为有这阵少年人投入，互回乡创生，毋若是口号，只要无放弃，承载梦想的戏剧节，无定有机会会当伫咧各地来举办。记者罗敏自连新闻南投戏池报道。有台湾这脑第1女画家名号的陈庆官伫新竹出世，是台湾5月画会第1届会馆。了后，伊嫁去日本，伫60岁时是决心返来台湾继续创作，对台湾美术史有真深的意义和代表性。新竹市的文化局即马就专工出一本册，要互大家了解伊对艺术的坚持。91岁陈庆官，1952年考入师大美术系，开始伊一世人艺术创作，后来嫁去日本，艺术视野更加拓展。60岁在日本办展览了后，决心返来台湾，继续为台湾的艺术奉献。爱为图为美术的啦。校长知影呢，我常常去参加市的展览吼，迄毋是为着要参加。学校为的图，老师甲我摕去参加，得奖了啥物？校长知影，讲哎呦，你莫去考台大啦，有一间师大吼，你去考遐的美术。参陈庆官熟悉30外档的作家白雪兰，即届甲新竹市文化局合作。整理陈庆官过去的经历甲作品，出版这本台湾战后第1代女画家的册，让大家了解伊对艺术的坚持。除了说艺术史上的定位、画作风格的分析呢，我希望把他这个人的温度，跟他对于人生的体悟呢，能够给像我或者是我更年轻的人，能够得到一点启发。借由这个专书，可以了解老师自己的不断他的成长的背景、他的创作的一些理念、他的作品的一些特色等等呢，都能够在这本书上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来。
陈庆元嘛，甲家己用3年时间创作，伫市场价值超过750万的图，捐予新德市，希望为未来的艺术文化继续贡献。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地兴乡上头，镜头来南投，南投德山有一个工艺家苏基岳，伊是德材德料的供应商。因为朋友斗推荐，即嘛开始在做德国的装置艺术，亲像世界第一博览会大型的德变的地鼓，就是伊的作品。即阵伊即嘛当伫无用，是伫无用明年兔年会顶，咱先看先赢。甲几若条德米仔编做一个圆，用轮口加乱编的技术编做花。就做好一件大型的装置艺术品，这是德工艺家苏基岳为德山德艺灯会做的作品。一只高水的兔仔，耳仔介大圈，看起来就真有福气。今年是尝试一下而已啦，一般我是都做材料比较多这样，技法这其实乱编法没有什么技术啦，也很简单，只要是它的密度有够这样就好了，变化一下是不一样的造型这样而已。我们平常就有配合，我就鼓励老板说，我们可以跟美学家在一起，就是过年那种淘气的感觉。现在就是轮口加乱编。去呈现整个形体的概念，这样。苏基岳平常时也是德材供应商，为着要有多元的发展，才开始接触德工艺，也渐渐做出家己的风格。一届有朋友搭介绍，会当来变德山灯会会顶。苏基岳想要透过作品，让游客了解德家文化史。其实他们都很默默在后面做我们就是工料的厂商我觉得说，他也可以间接就是让人家知道说，他们有慢慢的转换。好，有一些这些装置艺术的件，他们有在做增加好主义式的曝光量，这样。德山的德工艺文化真出名，通人知。店内工艺家嘛拢拍拼传承技术，搁来咧创新。公所这回就邀请工艺家做伙参加德艺灯会，就是希望会当互搁较侪人看到因的才情。记者综合报道。原住民的服装真有特色，毋过要做是了时，也个搞工，所以就真有保存的价值。保存是无简单，所以为着要加强族人对文物维护的概念，屏东的山地门乡公所特别办课程，教乡亲安怎保存，研究湿度、温度来保存这传家宝。族人用七彩玻璃珠、水洗线材编织做无共花彩的原住民服装。编的过程是动千工，不过煞无正确方法，通甲这挂作品保存落来。屏东的三地门乡特别办课程，针对古早文物的定义甲维护方式来教，互乡亲更较明白文物维护的概念。就是琉璃珠啦，我们的那些陶壶，甚至是我们的那些衣服，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保护它。我改屋它本身就是很会做原住民传统服饰，那因为正逢他前阵子刚刚离开，所以我们在想说家里面要帮他把他的东西留下来的东西好好保存。保存文物除了温度湿度爱讲究，也得顶真风通害，尤其是原住民拢会把手工服装当作传家宝。天出来花草上顶剥落的祝福甲传承的意义，毋过厝内底所无透动的空间通保存，老师就建议爱定定摕出来检查，较免文物落石个事故。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让我们在地部落族人能够加强他们对于文物的一些基础认识，还有了解，那进而能够来培育我们在地部落的人才，对于这种居家文物的一些维护管理。这摆的课程唔但去饮食大来参加，嘛请真侪少年人来学文物保存的方式。三地门乡公所表示，未来会继续办相关课程，希望会当加强族人维护文物的概念，也通培育在地人才。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看世界，来关心疫情转好，澳洲解除封锁了后，即马是迎接除夕季节，也毋过澳洲是拄着能源危机，业者就怨叹讲，即马电火钱起一倍，所以因国部长嘛爱起价。消费者即马去除夕去度假，费用嘛加2-3成，真侪消费者嘛咧怨叹讲，是愈来愈负担袂起。伫奥地利中部的基斯比厄尔是当地正高级的除夕度假区。自入冬了后，几落百台连坐飞机一直咧喷，看到这么继续较俗，赶紧将规片三部地拢喷一个高高的洗。
因为几落份介绍解说的旧的能源合约，今年底就要到期，所以来拍新的合约，介绍至少起一倍。Wir gehen davon aus, dass wir mindestens doppelt so hohe Stromkosten heuer haben. Und das ist natürlich etwas, was wir weitergeben müssen an den Kunden. Das sind Millionenbeträge für uns. 当地十个通膨已经到2位数11%，业者认为电钱一日起，所以营业时间就缩短。南车每工减驶2点钟，尽量省。当然，门票甲园区内面的消费也会起价，人客也会变少。想要维持当天出世度假传统的民众，有人是经较俗的所在，有人是搭出世帮，家己行去哩山顶，无坐缆车，食嘛食较简单的。会当省的所在尽量省，一个当先啊拍24个角。Einmal Schnitzel die Woche und nicht zweimal. Jetzt ist ungefähr 20-30% alles teurer geworden. Noch einmal 20-30%, dann können wir uns das nicht mehr leisten. Da müssen wir unser Hobby leider aufgeben. 奥地利因为有阿尔卑斯悬山地形，此世是正重要的观光资产。在疫情发生之前，观光业每年赚的300亿欧元内面，有16亿来自当天的旅游。在这么这项天然资源拄到地球暖化压力，年平均折射时间比60年前减40天，而且一个继续在恶化。人造雪如果因为能源继续一日起负担愈来愈重。经济学家讲，若是阿尔卑斯山冬天的旅游继续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经济的损失将会到上100亿欧元。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辑。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伫市区，即卖有用树啊、含竹啊、大鸡啊，互蜂会当来做收，会当互蜂来休困的蜂旅馆。另外，伫美国的芝加哥，即卖是有一间专门互兔仔咧住的兔仔旅馆，有人煮食，阁有人讲故事互兔仔听，服务甲真周至。伫中美洲国家 Costa Rica 的城市圣纳蒙的公园外口，有一个看起来敢若是装饰品的鸡仔，顶头放一寡茶壳甲竹仔壳。行过的人真好奇，挖过去看卖，这个鸡仔到底是要创啥物的？其实顶头的牌仔有写，这是专门提供予蜂来遮休困，甚至是做秀的蜂旅馆。Hotel de Abejas es un sitio donde puede proveer anidación para abejas solitarias, sobre todo las especies que normalmente anidan en ramitas secas, ramitas muertos, que requiere un lugar como un tubo. Y a veces es un recurso limitante en el ambiente. 在 Costa Rica 有600至700种无共品种的蜂，其中8%到10%的蜂拢是单独做秀的。因为都市化的影响，蜂的生存空间甲数量愈来愈少。因希望透过这种蜂旅馆，将圣纳蒙变成一个对蜂真友善、适合蜂生存的都市。甲镜头转到美国，最近伫 Chicago 有新开一间专门照顾兔仔的旅馆。这间当地第1间兔仔旅馆。设备不只舒适，每一个单独的笼仔空间拢真阔，笼仔内有铺地毯，阁有互兔仔困的细顶眠床。食饭的时间一到，都有专人甲上青的青菜送到位。工作人员甚至会伫边仔读册讲故事互兔仔听，只是毋知影兔仔到底是听有啊听无。We want to provide the most caring and luxurious experience for pet rabbits while their owners are out of town. 事实上，兔仔旅馆的头家嘛是一个收容流浪动物团体的负责人，所以这间兔仔旅馆的收入会用来经营另外一间流浪动物的庇护所。记者甘美恁编译。天气报道在，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9度，上悬1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8度，上悬1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9度，上悬2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18度。外岛的温度上低8度，上悬16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